Good morning， 我是云梦皮曼，是从事音乐工作、兼职演唱会和爵士乐的乐手 VTuber。平常主要演奏的乐器有键盘和长笛。今天我要来回答网络上和爵士乐还有即兴演奏有关的问题。通常什么时机会即兴表演？即兴算是爵士乐很重要的环节，通常是乐手比观众还想玩。如果是常见的爵士经典名曲，通常都会直接有留 solo 即兴的段落。我们拿这些经典曲目出来玩的时候，会采谱或是用现成的谱，那再留下旋律空白，只有和弦的部分注记 solo， 演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段落要即兴了。乐手再依照谱和商量好的顺序即兴演奏就可以了。当然，你想要在任何既有的音乐上做即兴，也都是做得到的。最常见就是一主歌一副歌结束以后就可以插入即兴。现在很多流行乐的演唱会上，其实乐手在尤其是间奏的段落也多少会有即兴的成分。我更喜欢解释成怎么演本来就不总是有正确答案。美乃滋是不是一种乐器？美乃滋是不是一种乐器，其实是被很多物理学家和音乐家讨论的问题。以定义来说，其实只要受演奏者操作而能够让演奏者表达自己的演奏意图，就是乐器。另外像 Stomp 乐团就是很著名，用很多平常会被视为垃圾的物品来演奏打击乐。但是既然演奏这个是透过技巧表达乐思的行为，就代表还是有一定的技术门槛。那客观上是不是乐器，还是要看是有演奏意图下的使用，还是只是制造一连串不规律的噪音了。爵士乐手一定要穿黑色西装、留胡子、吹萨克斯风、戴黑色帽子，这是大家对爵士乐手的刻板印象吗？现在的爵士乐手都是怎么样的穿搭呢？黑色西装这个应该是很早期，同时也很有代表性的爵士乐手们给人留下的印象。平常表演的时候，外表呈现最重要的是为表演整体服务，所以通常大家会根据不同风格有不同风格的搭配。最重要的是衣服要便于演奏，而不能累赘影响施展。我身边的老师在一般爵士专场通常穿着比较轻松的衬衫配牛仔裤，或是配色比较低调的长裙。要 Bossa Nova 和上把的乐手可能又更常穿度假风一点，甚至我看过一直都穿夏威夷衫配海滩裤的。当然根据场合，例如音乐厅就需要穿更正式一点。总体而言，穿黑色套装基本不会出错。现在也还是有很多乐手喜欢穿正式的定做西装，再搭配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帽子、眼镜之类的花俏配件来展现性格，这还蛮有 Fusion Jazz 的精神的。我自己比较常穿的是二手古着，或是从阿嬷衣柜 A 来的衬衫，有点质感的复古风，很适合爵士乐，还能展现做音乐的经济状况。想问，真的会有先天抓不到节奏的人成为爵士乐手吗？ Maybe 保底有就爱喊德尔。爵士乐的节奏真的有够随性，但又小和甜，实在太好奇爵士乐手怎么知道这样做会好听。节奏这题对我来说真的也是挑战，我自己其实也是节奏感不好的那一挂。不过这些都是可以透过后天练习做到的，先天除非是有严重的疾病导致，不然很难有完全抓不到节奏的情形。只有节奏感不好，也不代表就完全无法演奏。想做好音乐，很重要的元素有 grooving 和 voicing， 虽然语义很难完全平行，但尽可能翻成中文应该是节奏律动和和声配置。这些其实也是每一个人身体里的本能，训练很多时候是让你比较能掌控自己的身体和信任直觉。不同的文化和曲风下的节奏一定都有微妙的不同，像我们大家现在习惯的4/4拍 BPM 多少等等，其实只是一个主流又方便我们量化计算的方式。那像最古老的诗歌那种演唱就没有节奏观念，而是靠呼吸来计算，
或是像印度的 Dala 就有很复杂的3+4+3+4或是5+2+3+4等等的拍子。爵士乐的话，像 Funk 很多时候是不同于传统节奏的强弱习惯，反而重心在没有声音的那拍上，或是像 Swing 特有的摇摆感，有些人会形容是有点 lay back 的附点，数学上也是能用微分计算出精确的拍子，但是这些都跟身体真的学会以后演奏出来的不一样，只能多听然后身体力行。跟厉害的乐手一起演奏的话，很像装脚踏车辅助轮练习，帮助会很大。所以怎么知道会好听，就是音乐界的科学和工学相辅相成。乍看之下的随性，是用身体实践的同时，一边透过研究乐理累积，来理性上复制这份好听。好奇即兴演奏会有没有灵感的时候吗？会，绝对会。有没有灵感，通常是看当天的身心状况和跟曲子本身有没有共鸣。越没有灵感的时候，平常的练习就越重要。爵士乐手的脑内都要内建不同调性和调式的音阶和和声等等，所以就算没有感觉的时候，也可以用扎实的乐理基础混过去。一般爵士乐真的会没有事前准备就要突袭演奏的场合，通常是选一些知名的经典名曲。如果是有经验的演奏者，应该都练习过很多次了，没有灵感，心里也会有一些备选方案可以用。我自己是会先在台下摄取足够的酒精放松，上台一边弹一边偷听别人的分析拆解动机和原理，以后偷用别人梗。当然事后一定会有比较不满意的时刻，跟下台以后才在痛苦我想到一个超棒的梗没有用，这样子。会不会不小心把骨皮打破？轮骨通常怎么打？不小心把骨皮打破，我只看过一次，但通常会有一点征兆，像是骨皮先开始严重凹陷就可以汰换了。一般如果打的角度适当，骨皮调得够紧，张力够，是不太会轻易坏掉。我不是鼓手，所以不太清楚发生频率，但没怎么听我们家鼓手抱怨过。轮鼓是指 roll 这个技巧吗？虽然我会打爵士鼓，但不是专业鼓手，只能分享学习这个技巧的时候，老师有交代手要放松，力量才能平均，和速度才能上来。如果想学习技巧，可能要找专业的老师，实际练习会比较有效。鼓手不会打到乱掉吗？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打的？怎么听懂节拍的？打到乱掉是指怎么样的情况呢？如果是指和其他人错开，通常有鼓手的时候，大家会以鼓手的拍子为准，所以不太会有这种情形。还是指鼓手自己的拍子跑掉，这算是非常基本的素养。在小场地的话，每个人心中都有拍子，也听得到彼此。练习足够的话，不太可能发生。如果鼓手对拍子比较没把握的时候，也会选择戴耳机听节拍器，这样。大一点的场地或者是演唱会之类比较复杂的场合，通常大家耳机里面会放监听和 click， 就是除了可以听到你自己的特定人的收音以外，还会有一个节拍器，根据不同人的需求播放节拍或进歌点。这会在事前练习的时候准备好，让你习惯听 click 演奏。例如说到要你的进歌的时候，就会播放一个 1, 2, 3, 4的提示音，让你知道可以进了。上台以后会由控制声音的 PA 统一放给大家，保证音乐不乱掉。所以乱掉这种很基础的失误，我是没有遇到任何乐手发生过。进歌点也是一样的道理。有时候是大家听 click 的时机统一开始，有时候随性一点，对视一眼，一起吸一口气就可以同时开始。听懂节拍感觉有点难用理论说明。通常音乐上我们定义的节拍是指一个循环，例如最常见的4/4拍就是强弱次强弱这样子的循环，所以听节拍更像是抓曲子的呼吸和重心。要懂的话，就是靠平时多听累积和自己亲自参与到音乐里面练习吧。请问最贵和最便宜的乐器价钱分别大约是多少？如果是全世界最贵的乐器，一定是小提琴。
除了手工制作的工艺和选用木材等等很难被复制以外，这种弦乐器会因为被好的演奏家长期演奏调试，让音色养得更好。最新的消息的话，2025年据说创新高拍卖纪录是一把叫做 Baronov 的小提琴，卖了约台币7.1亿。很多 Stradivarius 的琴拍卖都会落在2亿到4亿台币不等。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乐器历史悠久，又被名家演奏过，所以有明星效应。乐器最便宜的话，我想几十块的响板或三角铁应该也是有。我自己拥有的乐器里面最贵的是一支原价15万的 Murama 子长笛，还好长笛没有越沉越香的，我买的时候有大打折。我的众多电钢琴和钢琴价格也大约都是几万块而已。这种乐器比起小提琴来说，价格对音色的影响度稍微小一点，几万块的就很够用了。那一般的键盘的乐手很喜欢的品牌 North Stage 的电钢琴，价格也大约都落在15到20万不等。最便宜的话，我自己的乐器里最便宜应该是540块的沙林，或是7000多块的唢呐。当然有时候收集好的乐器和周边也是乐手自己的坚持，像我认识的萨克斯风手就很喜欢改管，还会说乐器不改怎么吹。有心的话，乐器很多小零件都可以根据喜好和习惯克制，价格也会随之攀升。知道爵士乐起源于黑人文化，想请教有哪些推荐的经典的爵士乐歌手？歌手的话，最经典的有很多20世纪歌手，像很擅长 scat singing 的 Ella Fitzgerald。scat singing 是一种用即兴和没有语义的方式发声，来模仿乐器的声音和唱歌技巧。词曲让我很有共鸣的有 Billie Holiday， 或是可以吹超强的小号 solo， 乐器放下来还有超磁性歌声的 Louis Armstrong， 超级多。在这些老歌可以同时听到传统非洲部落的吟唱结合蓝调、摇摆 ragtime 等等的，还有很多不同风格的爵士乐，其实有点难推荐歌手。很多厉害的爵士乐都诞生于同时是作曲家、乐手、歌手的人之手，所以不同于流行乐，大家喜欢讨论歌手名，爵士乐通常会比较喜欢讨论作曲家名，可能比较难找到以压倒性唱功称作经典的人。不过我可以推荐一些在不同风格领域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如果想要试试爵士乐，可以先从他们下手。大家对爵士乐印象最深的 swing 曲风的话，有温和的 Wayne Shorter， 或是喜欢很热闹可以一起跳舞的 Big Band 风格的话，有 Louis Prima， 那首几乎快要变成爵士乐国歌的 Sing Sing Sing。 如果喜欢拉丁风情，听了会感觉很放松很自由的，一定要听是 Jobim。现在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音乐都是出自他手。喜欢帅帅的风格的话，可以试试看 Stevie Wonder， 特色是有狂野的歌声和吉他 solo， 听的时候会想跟着甩头。除了大家熟悉的美式和拉丁爵士乐以外，其实日本也有很多厉害的爵士乐，我也推荐一位有点冷门前卫但其实很经典的 Sai Yoshiko， 他的音乐可以听到迷幻摇滚、自由爵士、融合爵士和日本传统音乐的特色，真的很厉害。现在我超爱的追名林檎也是有很多厉害的爵士作品，但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了。糟糕，好像谈自己喜欢的就会不小心说太多。下一题，会不会有在即兴的时候不小心演奏了他人既有作品的问题呢？这个问题好像比较复杂一点。首先，爵士乐大家在玩的时候常常选择经典的曲子，通常经典的曲子可能最有名的那一版录音的 solo 也会流传下来，例如 Hotel California 的经典前奏，相信大家都会有印象。如果有人 cover 了这首曲子，但是在 solo 段落即兴了自己的版本，但这首歌也依然是 Hotel California， 不会因为即兴与否影响这首歌能不能被辨识出是谁的。如果在法律上谈版权的话，在 cover 里面即兴就是 cover 的版权，只是大家会知道你有改编。
如果重复了别人的即兴段落，只要有拿到授权也一样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即兴是在既有的音乐里面做一些临时发挥，不是凭空变出一首歌，所以不太会有人讨论即兴是否有挪用的问题。再者是，通常录音版的 solo part 会经过一定的编排来增加记忆点和确保品质，而实际在即兴 solo part 的时候，更多是在享受现场和自己想玩，所以实际现场即兴的时候，考虑的和录音室版考虑的会不一样。即兴的魅力是在音乐不断流逝中抓住时机，偶然创造的奇迹。所以我现场弹的时候，只会想尽可能塞越多音，然后自己很开心，还有放一些大招跟其他乐手炫耀，连要重现自己以前弹过的都不一定做得到。要互相记得大家弹了什么，可能也有难度。所以与其说重不重复，可能连当事人自己跟别人的段落有撞到了都不见得会知道吧。那但是我编曲的时候通常会希望旋律线是明确好记而且符合乐曲宗旨的，两个方向不一样，所以撞到的几率应该很低很低。接着就是爵士乐文化的部分。爵士乐是一种比较参与性的艺术，它的缘起和我们现在习惯的商业音乐不一样。爵士乐最一开始不是供消费，而是让大家一起加入进来玩的，所以其实会有很多很独特的玩法，像是致敬，在演奏的时候故意加入其他作品很有代表性的旋律，或是因为太强就蔚为风潮的某个即兴段落，或是 call and response，跟不同乐手对话，基于他演奏的旋律模仿变化来回应，所以基本上不声称是自己创作的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即兴 solo 会不会不小心撞在一起？哇，这是我真的发生过的事情。solo 的时候大家还是会看谱或是有背谱，艺人要 solo 几小节通常会记载在谱上，不太会撞。有时候我们想玩久一点，也会不要写 solo 多长，而是自己 cue 下一个人。但有一次我记得吉他手自己玩很嗨，然后在一个旋律比较长的空白时对我抛一个媚眼，我以为是 cue 我就接下去了，结果他也开始继续弹，就撞在一起了。但是爵士乐自由度很高，玩法也很多，例如 trade 就是大家互相拿自己的 solo 来交换，例如吉他一句键盘一句，或是我觉得很帅的爵士鼓2句旋律乐器2句这样子。乐句通常会针对上一个人的演奏发展或回应，所以撞在一起也没有关系，我们就临时变成 trade， 照样可以继续玩。总之舞台上总是会有数不清的事故，但是充足的练习和默契会是你最好的武器，可以在任何时候扭转颓势，甚至变成很难得的发挥。希望今天有回答到大家的问题，也谢谢这些问题让我有机会传教，也希望大家会因此对爵士乐产生一点兴趣。大家有空可以来我的频道，平时我的台不太会聊知性的话题，通常是玩游戏讲垃圾话，偶尔会自弹自唱。不过如果有人对音乐很有兴趣，也欢迎来聊聊天。那大家拜拜。